讲到咱台湾的国际外交真无简单，处处受到中国打压，有真侪限制和困境。前外交部长杨振添呢，伊伫做伊的外交部长任内，完成上百个免签证目标。伊在今仔日出一本回忆录，记录过伊做外交工作经历，也希望透过这本册，感谢每一位帮助过台湾外交的人。册内面的相片拢是过去台湾外交的记录。前外交部长杨振添将伊过去亲身的经历写作一本册，作者希望透过这本册来感谢每一位帮助过台湾外交的人。那杨振添在做外交部长的期间，完成建国100年、100个免签证的目标，也互台湾的护照成做台湾人的骄傲。他也了解，要达成百国免签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因为那时候英国已经给我们免签，所以后来真正重要的是欧盟。因为欧盟它不只是27个国家，事实上它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都会比照来办理。现在的政府、后来政府能够承先启后，能够了解外交部同仁所担当的在目前这种情况所碰到的这些困难，应该要有100%的了解。现任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，台湾的外交困境大家拢知影，所以做台湾的外交工作真辛苦，24小时拢爱有人上班，爱和世界各国交陪，和美国关税谈判。希望台湾伫今年会当有更较进一步的成绩。任何一个参与这个过程的不分党派，不管当时的这个环境是什么，大家一起走过来，展望未来，那也期待台湾有更大的一个未来国际发展的一个空间。杨振添表示，外交部一直拢是一个日头永远袂落山的部会。会有这个讲法，是因为外交的工作爱克服每一个国家无同的时间差。每一任的外交部长拢表示，希望台湾会当伫国际局势不利的状况之下，和更较侪国家做朋友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